咱先来吟第一站，做伙来吟吼，来。踏出罪恶黑暗的高街，主我就你，主我就你，日的分别的自由行在，救主我来救你。有特别条，你使我勇敢，心心能加，你使我命，托你我罪，加显的力量，救主我来救你。这是一条祈祷的歌，上时咱也透过这条歌向上帝求讨，求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就甲咱做伙伫底。接来我要邀请咱献开圣诗第370首。圣诗第370首，原本安排伫遮，是因为今仔日是原定顶半年度咱的圣礼典的圣餐的时间。不过后来因为1月份、1月底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迄边的圣餐取消。后来协会就决定将圣餐提早到3月份来举行。所以不过原底设计的时阵是这礼拜是圣餐啦吼。不过这嘛咧对咱讲，咱爱伫咱的生活内底，特别擘饼加香杯，其实拢是咱做伙坐道的时间。咱做伙坐道，伫这个时代，亲像是一种禁忌，因为人甲人中间界线爱保持距离，所以求上帝帮咱享受喜乐以真正的平安，伫咱做伙生活、做伙坐道的时阵，咱做伙来吟。这条歌真活泼咯吼，所以咱来吟唱这条歌。咱奉献声音甲载念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，当擘饼香杯来庆贺。主所老我要咱着，主耶稣给我转地的我命，大卫传保真得真拼。主耶稣给我转地的我命，大卫传保真得真拼。所以这条歌真活泼，咱透过这首歌求上帝帮咱享受平安，也求上帝帮咱。互咱会当去大卫传报真道真饼，请咱备办心来备办早起时的礼拜。
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请咱安静心，开始敬拜，请奏乐。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了伊的名的荣光，用学了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。咱三甲来吟学了的圣诗，圣诗第149首，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。请起立吟全首。我出罪恶暗的交界，主我就你，主我就你，一的横面的主有徛在，求主我来救你，有特别听。你使我勇敢，心是能吃，你使我活命，把你我最加深的力量，求主我来救你，离开见笑。失败的考验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也是一个的眼光的线，求主我来救你，地上患难你教我。人生风波，你教我拨开，虽有艰难，笑脸的恩惠，求主我来救你，放下自尊，骄傲的心志。主我求你，
我主你，你旨心前去谦卑，求主我来主你，所有的帮去你的听他，有时抓马你保我稳当，亲像钱啊顺抓甲你动，求主我来救你，海呀魔鬼时时来关系，主我救你，主我救你，今日被打的眼光无退，求主我来救你，相比惊呀未无的含义，一定要旁边安客气，孤灯向好，见你面欢喜，求主我来救你。请咱有闲徛咧，做用书读圣经，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者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用，启文第5篇，也是诗篇第8篇。伫圣诗后面1003页，我来客请会众来念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位啊，普遍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。你去做要塞，封闭敌人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有遐尼关心？好多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照顾？你创造人，会比天使小可较低。你赐伊红的阳光甲尊贵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。你予伊有权柄支配一切。一切的羊甲牛。山野的走兽。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鱼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慈爱全能永爱的上帝，我用谦卑诚心来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惠，可用仁慈管待阮。阮感谢你的创造。保护甲赏赐，各项的福气，阮也感谢你无穷尽的仁爱，赐派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，通互阮得到将来荣耀。台湾最近的疫情不断升悬，也造成人心的浮动甲生活的无便。求主施落怜悯，安稳阮的心，赐智慧，互阮的政府官员尽心尽力。甲做出好的应变的措施，阮也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祈祷，因为俄乌的战争造成真侪国家的对立，
家庭的破碎分离、性命财产的损失。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来引带相关的领导人，做出含义的妥协，互你的国伫和平中临到世间，互因的百姓早日能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求主赐福牧师甲阮众兄弟姊妹的家庭，也掌管今仔日阮的整个的礼拜，阮安尼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28节到36节，伫和合本第93页，白话字圣经第78页，我来读。讲这话了后，差不多8日。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三甲上山祈祷。祈祷的时，伊的面貌有各样，伊的衫白搁光亮亮。可怜有两人甲伊讲话，就是摩西、以利亚。因伫阳光出现，谈论伊的故事，就是伊伫耶路撒冷所要经过的。彼得甲当地的人也先明去，到因精神，像看见耶稣的阳光，以及甲伊徛地的迄两人。当迄两人入别伊的时，彼得对耶稣讲：“先生，咱伫遮真好，咱来搭3间庙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是毋知伊所讲的，讲这话的时，有魂答应。因入伫坟内就惊，有声对坟内出讲：“这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敬的，恁着听伊。”迄个声已经出，就看见耶稣家己的学生静静。迄时无将所看见的甲人讲，愿上帝赐福听迄话搁去行的人。正道请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：伫遮尔真好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、平安，甲咱逐人做伙伫地。伫过去即礼拜，台湾的疫情，逐日可能拢咱会感觉看到迄个数字会互咱惊。事实上，这样代志也伫咱周围咧发生，所以真侪人也受隔离。就我知影，有的人受隔离，袂当来到遮来做伙组织。总是我要邀请咱大家，虽然受隔离。总是咱也毋免惊。一方面是这个疫情，咱大概现在小看知影迄个面貌。上时是无毋对，咱教会所来这2礼拜，包括少年团体，包括这个圣歌队，包括主日学，拢先暂停。暂停的原因真简单，就是检测这个学生会受到伫学校内底做伙，然后摊开的影响。总是虽然安尼，我要邀请咱大家也毋通惊。伫小会员的群组内底，阮也有做淡薄的讨论。原则上就是照政府的规定、防疫的指引来遵行。所以事实上，咱的礼拜会照常。上时我嘛要邀请咱大家，若无隔离，当然我相信无人想要破病，因为安尼，咱嘛毋通将这个破病人当作因是迄个目着一个啥物真奇怪的病，毋是哦吼。咱会记住这项代志，毋通分别，总是求上帝赏赐的平安。就甲咱做伙伫地。这段时间确实要请咱厝内底的士大人，甲咱教会的士大人特别注意，就是事实上确实这个病对士大人来讲，可能有较大的威胁，所以确实是爱减少
一寡做伙的机会。总是愿上帝平安，甲咱做伙伫地，也互咱伫伊的手内底得到完全的祝福。所以，这是我要邀请咱大家，咱头前后壁的人，袂当握手，甚至嘛袂当相接近，总是边仔坐，可能是恁厝内底的人，你会当甲伊讲，有你伫遮真好，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开阮的耳孔，听见伫早起时你要阮所讲的话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无厘头，这个话，唔知有听过无？听过举手我看卖好无？无厘头，手方向，无厘头是这个，我广东话袂晓讲啊吼，所以伊这是广东话。广东话这是广东、香港、南海一带的俗话。这句话是咧形容一个人，或是一项代志，无啥物头尾，无啥物道理通讲，突然间就讲一句话，头前后壁拢接袂起来。上会当形容这个词无厘头，我感觉就亲像香港一个真出名的影星叫做周星驰，伊早年所主演的电影，差不多逐出拢是安尼，拢是无厘头。虽然我嘛感觉会互伊穿起来的原因，嘛是伊迄个真夸张的迄个表演，以及伊所讲的话。香港的神学家孙宝林，伊嘛用无厘头来形容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即群门徒，即群带耶稣去到山顶祈祷的门徒。咱也知影，当耶稣、甲以利亚、甲摩西因讲的话是真严肃的话，总是学生伫边仔耍拄久啊。学生伫边仔咧拄久咧，然后一个醒来就发现，摩西甲以利亚讲要离开啊，刷落去。路加福音第9章33节就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落来。因伫要离开耶稣的时，彼得甲耶稣讲：“老师，咱伫遮真好，阮来搭3间寮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。”一间互以利亚，伊毋知影，伊毋知家己在讲啥物。一个打困醒的人讲的话是啥物话？我相信咱拢有讲打困醒讲的话吼，是咱嘛毋知影咱咧讲啥物的话。所以路加伫描述顶头，甚至佫补一句啊，佫补一句讲彼得也毋知影伊咧讲啥。所以连讲话的人拢无头无尾，这毋是无厘头，无这叫啥？这叫做无厘头啦。路加福音第9章28节，咱一开始读到这段的开始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路加福音第9章28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话讲了，差不多8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甲雅各上山。去祈祷，就亲像顶礼拜我捌讲过，路加福音内底每一遍咧提起耶稣在祈祷，拢是要紧的关键。这回耶稣就带伊真核心的这个门徒做伙上山，所以咱检采对读到顶礼拜迄个路加福音第9章27节，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有点疑问。耶稣伫路加福音第9章27节的所在，伊是讲啥？伊是讲，来，咱做伙来读看卖这27节吼，27节来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的也未死以前会看见上帝国。这是耶稣对当场的人讲的话哦。所以因也未死就会看到上帝国。然后8日后，这句话讲了8日后。
这学生就缀耶稣上山，因缀耶稣即时伫基督内底所看到的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上帝国啊！什么叫做上帝国？就是上帝掌权的所在，叫做上帝国。所以这就是上帝国的荣耀。那安尼，上帝国的荣耀彰显什么货？刷咧，咱就读掉。路加福音第9章29节，一开始咱会读到什么货？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。来，伊在基督的时，面貌改变，伊的衫变甲白色色。白色色，变甲白色色。咁这学生共款，咱透过圣经，常时也会当一点仔看到上帝国的样相是啥物货。大声就是面貌改变，所以这学生看到，耶稣的面亲像改变嘞，但是改变到安怎是安尼？变一个面也是安怎？毋知，就面貌改变，然后衫白色色。实际上，这个描述拢甲主耶稣伫第8日对死人中搁活有关系。就亲像保罗后来的见证，保罗伫众人面前，《使徒行传》26章13节，伊讲当搁我的耶稣出现的时，我看到比日头搁较强的光对天顶照落来，所以这就是搁较强的光，比日头搁较强。那安尼，迄是啥物光？咱毋知影，总是迄是一个真阳光的情形。路加福音第9章30节到31节，刷落去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忽然间，有2个人，就是摩西甲以利亚，来甲耶稣讲话。因伫阳光中出现，谈论耶稣得要伫耶路撒冷死，来完成使命的事。福音书内底，实际上只有路加福音对咱提起耶稣、摩西甲以利亚因所讲话的内容。当因伫山顶底祈祷，毋单是主耶稣面貌改变，2个旧约真代表性的人物伫这个所在出现。摩西是啥物人？摩西是带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的人。然后，当摩西带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，伊搁一遍互上帝呼召去到西奈山。伫遐，上帝要赐伊的石板，就是伊10句话，上帝10条诫。迄个时阵，出来记24章15节到16节是安尼记载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上山，山有云盖地，上主的阳光停伫西奈山，云搭山6日久。第7日，上主对云中叫摩西。云，咱爱知影，伫旧约内底出来记内底，这个云出现，就表示上主的显现。就伫山顶西奈山顶的第7日，摩西接受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信仰上要紧的根源甲开始。经过这个事件，摩西就成做上帝的律法，也就是《托拉》的代言人，是先知第一位先知，是讨帮以色列人脱离捆绑合罪的人。以利亚是啥物人？以利亚照圣经的记载，伊是有上帝大权能的先知。然后伫以色列人的历史内底，伊有一个真特别的地位，因为伫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书，也是旧约先知书上尾一卷，马太福音头前迄卷的第4章第5节，伫遐安尼写，马拉基书安尼写讲，伫
伫上帝大个通囝的日子来时，以利亚要出现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伫上帝将末的时要出现的先知，叫做以利亚。所以因一个代表什么话？代表上帝救赎的起头。另外一个呢，以利亚代表的是上帝救赎审判的落尾。真侪中文的译本将因讲话内容翻译做谈论耶稣死亡也是过身的事。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离开，总是希腊文的这个离开，其实这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出埃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要对咱讲，因伫遐讲论主耶稣伫耶路撒冷所拄着的代志，毋是不幸的代志，是上帝做工以及伊主权的实现，是上帝的囝的使命。伊受苦，伊死亡，伊搁活，伊上天，是上顶另外一个出埃及。主耶稣所带咱行的迄条路，就是要讨放咱脱离罪恶甲关系捆绑的迄条路。路加福音第9章32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请咱帮我放 PPT， 对啊，32节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彼得甲伊的同伴添甲困去，因一个醒看见耶稣的阳光，以及甲伊徛做伙迄两个人。福音书咧写耶稣，伊透过门徒的表现甲反应，互咱认捌耶稣是啥物人。同时嘛，透过耶稣，主耶稣甲伊的学生彼此的互动，互咱不只看见主耶稣，也看见即群学生，随常看见即群学生，有当时啊嘛看见咱家己。伫山顶祈祷，迄个时阵，主耶稣面貌改变，伊甲摩西、以利亚做伙讲话，这拄拄好是上帝阳光彰显要紧的时刻。啊，这个时阵安怎？这学生既然伫边仔拄久啊，所以这亲像嘛有过即群学生伫克西马尼园后来因的表现。所以这边主耶稣面貌改变，祈祷，甲摩西、甲以利亚咧讲话，真庄严，真肃静。另外一边，既然咧拄久，这真正叫做无厘头，无头无尾。这个无厘头的表现，这学生不止安尼。当彼得一个醒来，看见因，彼得检采想要照家己所会当理解，互因上大的尊严，所以伊就提议讲：啊，无咱来打三更寮啊！啊，无咱来打三更寮啊！新阿家伫这个所在有提出真侪解释，有人讲啊，彼得就是无想要因遐尼紧来离开，所以就提议讲啊，无打三更寮啊，互因住落来。所以，世上所有的犹太人、敬虔的犹太人，拢想要庆祝摩西甲以利亚来。另外，有神学家伯克这位神学家认为，彼得想要庆祝大寮节。咱也知影大寮节是啥物货？大寮节是丰收的期间，所以是咧庆祝，是咧庆祝这个时刻丰收。看到丰收的时阵，总是随上彼得完全无了解这个时刻，因咧讲的完全甲丰收、甲庆祝完全无关系，所以这叫做无厘头，就是安尼。这边咧讲的是真严肃，
主耶稣要拄着死的代志，总是一边既然彼得咧提议讲，啊无咱来丰收，咱来庆祝。彼得建议可能出对伊的信仰的直觉，总是所以路加后来才形容伊讲，伊毋知家己在讲啥物。彼得所讲的话无头无尾，拄拄显示伊对耶稣的无知。路加福音第9章34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在讲这的话时，有一片云来，甲因打地。因互云包围的时，起惊吓。咱若比对出来记记，就知影，云是上帝迄个通惊临在的记号。实际上后来咱来读希伯来书就知，云是啥物货？遐个过去那云的见证人。所以云是啥物货？上帝临在甲人做伙伫地的记号。伫圣经内底拢是安尼。所以云来，这学生惊，这确实会有影。总是这也代表另外一个福音。这个对咱讲，即群学生伫应该祈祷的时阵来度孤。即群学生伫应该勇敢面对艰苦的时阵来困去，这个困起来，都黑白讲话。虽然安尼，总是上帝也将即群无厘头的学生纳入伊的云彩内底，然后因做伙听见对这个云所出的声。路加福音第9章35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声对云出来讲：“这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拣选的，恁着听叹伊。”面貌改变，证明主耶稣是啥物人？伊是上帝的囝。耶稣甲摩西、以利亚做伙咧谈论，就确认。伊头前所要行的路，伊的路毋单是照律法甲先知，搁较要紧的，透过即句话，要显明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就亲像伊主耶稣受洗礼的时阵所出现的声音，这个时阵搁一摆出现，总是加一句，倒一句就是恁。着听叹伊，所以这句话是啥物人讲的？这句话是现场的学生所讲的话。恁着听叹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是上帝所听的囝，伊较悬律法较先知，所以爱听伊顺叹伊的话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就是咱无头无尾。总是咱虽然有当时啊，就亲像即群学生共款，对主的时阵无头无尾，就是无头无尾，主嘛要接纳咱。总是咱若要做伊的学生，就是爱听叹伊听啥物？主耶稣其实已经对咱有吩咐，伊吩咐咱爱看无家己。逐工背家己的世界，透过安尼来听叹伊。1972年的5月，捌做过英国的国王8世温莎公爵，伊伫法国巴黎来过身。迄暗，英国的 BBC 这个广播电视台，伊放一段纪录片。温莎公爵伫采访的内底，咧回忆伊囡仔的时阵，伊讲：“我的老爸，伊的老爸是英国国王乔治5世，伊对伊的囝儿管教真严格。逐摆我若做毋对代志，伊拢会讲：囝，你爱会记一，一直会记一，
你是啥物人？亲像只要温莎公爵会记得家己是王的囝，未来要继承王位，就会守本分，无超越家己的规矩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会记得咱是啥物人？这拄拄好是咱的挑战。主耶稣伫山顶面貌改变，拄拄彰显伊迄个互上帝所疼的囝的本质。同时也凸显伊的学生对伊的无知甲无头无尾。因对耶稣总是因却对因所地的主无知。误会掠做上帝荣耀，就是爱因留伫山顶，伫遮真好。这是我今仔日的题目。伫遮真好，总是我后壁加一个问号，好伫倒？伫遮真好，好伫倒？咱爱想看觅啊！伫人眼中所看到的荣耀、美丽，伫人手中所拿到的财富、官位、甲荣耀，不过那亲像野地的花草，捌一个年就过。已经过身真出名的英国福音派神学家斯多特奖斯多特，伫伊上尾一本册安尼讲，伊讲伊对1990年以后，伊就甲国际联防合作的组织来合作，去到世界各地去演讲。当时伊伫演讲的时阵，时常挑战遮个听的人。伊问伊讲，怎样来形容伫今仔日世间基督徒甲教会的光景？所以伊拢会听到对世界各国各地方来无共款的答案，然后伊做一个结论。伊这个结论只有6字，伊讲：现世代教会甲基督徒有成长，总是无深度；有成长，无深度。伫伊这本册内底，伊安尼讲，伊讲无疑问，世界各国的教会有互人惊的成长。对成长的数字来看，咱会当用，甚至会当用爆炸来形容。中国的教会对20世纪中旬开始到现在，至少有100倍的成长。南亚甲非洲的教会数目拢快速增长。总是南亚地区的教会领袖捌写批予斯多特牧师，对伊安尼讲：虽然教会成长，总是信徒欠缺敬虔甲正直，一直是要紧的问题。非洲的牧者也写批予伊讲，就是教会快速成长，总是只是数字尔。教会欠缺家己的圣经甲神学基础。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杰女士，2006年4月份伫洛杉矶，伊就直接大喇喇的演讲。伊讲：人若看到教会成长、数目成长，就认为教会无问题。斯托德牧师讲：敢有影安尼？敢有影安尼？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咱的世代，基督徒甲基督教会看起来真扩张，看起来改成真侪人有热情宣教，甚至敬拜的心态真火热。总是照各地教会领袖的看法，恐惊有真侪表面的基督徒。什么会叫表面的基督徒？基督徒若活袂出敬虔甲正直，基督徒若无读圣经，无家己的神学观点，那安尼，这毋是表面的基督徒，那安尼是算什么货？实际上，这叫做无厘头的基督徒。几天前，我参加一个集会，
做见证的人讲，啊，这个人去传福音，只会向传耶稣，连保罗也毋捌，因就去传啊。既然大家满台彩，大家一直拍掌声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要坦白大家讲，若连保罗拢毋知，若安尼因对耶稣的理解，恐惊连一半拢无。假使因所认捌的耶稣，只是一个会晓拯救、会晓医治、会晓行神迹的主，若安尼，因恐惊甲伫这群伫山顶甲耶稣做伙伫地的学生同款，因只有看到耶稣成功荣耀的迄面，所以因才会讲：主啊，咱来打三更了啊，伫遮真好啊！是啊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山顶甲耶稣基督的荣美做伙伫地真好。伫教会内底，甲兄弟姊妹美好的相通真好，大家做伙吟诗学老主真好真水。伫真侪人的教会，伫真侪人的特会，伫万人的特会内底，真感动。我的性命被反转，我的厝内底的人关系真正改变，真好。总是这个拢是咱个人片面的认捌耶稣。咱更较需要的是真正知影耶稣这位基督的无共款，才袂像过去的即群伫山顶甲耶稣做伙伫地学生共款，对耶稣有错误的期待。路加福音第9章36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，迄个声讲了。简单剩耶稣一个伫遐，有一段时间，门徒拢惦惦，无甲人讲起因所看见的代志。门徒惦惦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门徒惦惦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咱其实毋知影。总是当耶稣咧讲论，特别咧预言家己伫耶路撒冷要拄着的代志的时，迄个时阵，这个学生就无真了解，甚至这个学生看耶稣所讲的话无合因的心意。马可福音第8章32节，佮描述彼得佮向前阻止耶稣啊，阻止耶稣讲：你莫佮讲啊！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后来教会甲牧者时常做的代志。咱较爱照家己的心意去敬拜，去传耶稣。更较大的教会，哪大的教会，哪爱定真侪策略甲方法，然后宣传讲照这个策略甲方法去做就对啊。教会就会百倍来成长。所以教会爱做双语。爱跑垒，爱门训，爱做小组，甚至爱搁做幸福小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认为这个方法甲策略毋是毋对，因为因会当用伫上帝祝福的所在，必然咱会看到。总是适合你的，无适合咱；适合你的，无适合我。斯托德牧师安尼讲。伊讲现代的侪教会，就亲像宗教的 7-11， 逐间教会拢提供一种主耶稣的面貌，所以这嘛是现代真侪基督徒的问题。我会当选择这个教会去，然后呢，去遐感觉哦，这间教会属灵的空气无啥好，安尼我就来经。一间教会，然后去到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敬拜、唱歌安尼，无啥热情。搁来换一间教会，这间教会牧师讲道真好讲，好，我来听看觅。换来换去，总是会当换到一间合我心意的教会。
这就亲像过去教会的一个老笑话，就是有人去问牧师，讲怎样会当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？牧师安怎应？牧师啦对伊讲：，若你找到唔通去哦，你去迄间教会就无完美哦。斯托罗牧师安尼写，伊讲：，这个时代真侪人传的是虚假的基督、扭曲的基督，就是正统耶稣的妄教。这个拢是使徒保罗嘴所讲另外一个基督，甲使徒所宣扬的基督无共。因为安尼，咱若想要成做真正成熟的基督徒，上要紧的是对耶稣基督有活泼甲真实的认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今仔日的挑战。咱爱知影咱是啥物人。假使我是上帝所疼的囝，我是基督徒，那安尼，咱爱好好认捌咱所跟对主。上帝清楚对咱讲，耶稣是啥物人？伊是上帝所疼的囝，是上帝所拣选的，超越律法甲先知。第一个人遵伊做主的教诲。拢爱亲像当时的门徒共款，甲伊伫山顶做伙祈祷，专心听伊的话，点。莫阁讲啊，因为你若无厘头落去，那安尼你到尾会走偏伊的路，点直到咱真正认捌伊，落山。行出来为止。怎样找到真正的耶稣呢？斯托德牧师安尼建议讲，伊讲答案就伫圣经内底。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读圣经的基督徒，毋是照电视顶头遐大牧师的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歹势，嘛毋是照我的话，是照上帝的话。直到咱真正听见，愿意照伊的话去行，迄才是咱找到伊的时，迄也是咱真正认捌咱的身份的迄时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阮真正认捌你，毋是透过人的话，是透过上帝你的话，帮助阮听见。照你的话去行，不只是伫这个所在，学了应邀敬拜，而是落山出去了后，知阮怎样伫生活内底敬虔，活出正直，读你的话，学你的话，成做阮路上的光，脚前的灯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。三甲来吟回应圣诗，回应圣诗第370首，咱奉献声音甲在灵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咱奉献声音甲在灵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，当被病盼归来庆贺，主所老朋友咱着学。主耶稣个我全体的我命，大为传播真道真命。主耶稣个我全体的我命，大为传播真道真命。主基督互咱的合一，
当罪得尊坛以宽喜，三祝福言言着端庄，听言话也着用行动。主耶稣叫我全地的活命，但为传播真道真命。主耶稣叫我全地的活命，但为传播真道真命。主调咱组织找咱去，伫遥远世界结家子，着三听分享这面包。主以马内利大为高，主耶稣叫我全地的活命，但为传播真道真命。主耶稣叫我全地的活命，但为传播真道真命。请坐，自来奉献。请郑秀柱、李正义接书来书献。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咱来读今日的金句，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两遍。摩西上山，山顶有云遮看；耶稣阳光停伫西奈山，云遮伊6日久。第7日，伊对云中叫摩西出来及记24章15到16节，请。摩西上山，山有云遮看；耶和华阳光停伫西奈山，云遮伊6日久。第7日，伊对云中叫摩西出来记记24章15节到16节。摩西上山，山有云遮看；耶和华阳光停伫西奈山，云遮伊6日久。第7日，伊对云中叫摩西出来记记24章15节到16节。咱献归咱的酒报第一页。下酒的使用人员，请备万心，请献归第4页。奉献的名册留顶单，请往办公室来更正。第5页消息报告，本主日，请伫礼拜后，请得胜者的老师，同工伫701来备课。第2点，行政部伫礼拜结束了后，伫办公室召开会，请部员参会。下主日5月7日。5月份的中职，第9个中职中老黄传俊技术黄慈辉叶立义。5月份中职会也是5月7日12点伫701召开，煞开小会。第3点，
教育部线顶的会议，伫5月7日暗时8点召开，请部员参会。教育消息，第一点，即摆讲10年第一学期力学金，请本人甲家长来办公室领取名单，请家己看。第二点，因为疫情升温，那囡仔因为囡仔还未注疫苗，所以为了保护囡仔的健康，对即时主日学暂停到5月7日，然后看疫情的变化，能够恢复自会。第三点，因为疫情的升温，所以少年团课训话队的练习甲献诗暂停。第四点，咱请5月15以前，从咱放伫6楼的员柜的家己物件拢收转去。然后因为7月份要开始用爱餐，所以若有要用爱餐的人，请伫公报拿登记家己的名。关怀部会阁登打新的名条起哩。第5点，欢迎大家来参加线顶的查经班。咱详细的情形，咱家己参阅。教界消息，第一点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实体中会少年部的灵修暂停办理。然后明确的日期，当个另外公告。台岛的事项，第一点，咱教会青年有5位要参加会考甲统测，名单有徐令可、潘培宇、林爱瑞、吴祥俊、林月，请为着因考试顺利填台岛，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就亲像咱拄仔有看到的，就是消息报告内底嘛讲到，注意少年团课甲圣歌队会暂停2礼拜。所以随上社会员的群组内底，其实我有讨论，是毋是要进一步来提高，还是提升这个强度？总是原则上，咱会遵照中央的这个疫情的规定、指示、指引来遵行。所以目前咱的礼拜无停，随上我嘛要邀请咱大家尽可能来保持最的活动。总是确实，伫这段时间内底，要请咱特别注意这个感染的状况。所以，假使咱若感觉讲收到通知不便来到教会，请咱就毋免来不要紧。咱若有感觉讲家己身体有各样，请咱也会当留伫厝里，然后伫线顶透过线顶的这个过程，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愿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甲台湾这块土地做伙伫地。第二项，今仔日原底有要颁发这个励学金，总是嘛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就请因拢莫来。所以请咱留迄个励学金的迄个名单吼，请家长就是本人就去办公室来领取，安尼就好。咱透过励学金，咱嘛要鼓励，同时也要为遮个咧就读的学生、青年学生来祈祷，求上帝特别赏赐，互因有教育的智慧。所以励学金虽然是淡薄的金钱尔，总是其实是一种鼓励加祝福的意思。所以请咱遮个这个学生爱会记住，领到这个是一种鼓励，一种祝福，同时阁是众人为你的祈祷，请咱爱记住遮个代志。上尾一项就是现在咱游园伫7月份，咱的聚会时间会改变，所以我会持续逐礼拜无夜线，就一直宣传落去。就是7月份开始，咱的台语礼拜会刷到9点来开始，华语礼拜11点来开始，然后阮即摆开始咧做小组。所以，假使小组员、小组长有邀请到你，请咱毋通小组，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一个人至少参与教会一项服侍，一场礼拜，以及一个团契也是一个小组。愿上帝祝福，甲咱做伙伫地，互咱伫咱所伫地时阵无惊吓，有上帝的祝福，所赏赐的平安，甲咱做伙伫地。
上迎圣诗第390首，阿罗天父万福本源。伊们诗请牧师祝祷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阿罗天父万福本源，关联结团，因爱交增。阿罗耶稣将我催我中保，将你望观。阿罗圣心感化罪人，有属灵烈温慧之心。阿罗圣悲圣行圣心，三位一体，至圣至真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全能的神改造阮，温柔的神引带阮，稳定的神帮助阮，平安的神赐福阮，互阮服侍敬拜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大家互相请安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